Hello， 聖誕假唔知大家有冇睇下戲呢？電影《刺殺金正恩》短短4日喺美國網絡購買已經超過200萬次，金額有成1億1000萬港幣。Sony 就話呢一套戲係歷年網絡票房收入最高嘅一套啊！之前受到黑客攻擊同埋恐怖襲擊威脅而取消上映嘅呢一套《刺殺金正恩》，由美國時間平安夜中午開始已經可以喺 Google Play、YouTube、Xbox Video 同埋 CDinterview.com 優先買晒成個版本，而美國都有300幾間戲院上映緊㗎。網上賣咗1日之後咧 ，BT 網站已經有得下載啦。聽講已經有75萬人非法下載嚟睇。大部分網民都話有興趣想睇，有啲人睇完就話套戲好搞笑喎，希望有下一集就係刺殺689。講住咁多先啦，今晚10點鐘有逍遙遊，會分享下 CEO 林宇陽同埋 Erica 婚禮當日嘅片段，仲會講下亞視出一半糧、死亡倒數已經開始，同埋何謂統戰嘅原則同埋歷史。記住收睇啦，拜拜。